李浩然議員。多謝主席。咁局長就關於呢個嘅整體呢個預算呢，我就都係同意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就想有一個更加延伸嘅一個問題咧，都想即係討論一下咧，就係因為喺我哋嘅咁多間大學裏邊啦，就本身有其中6間咧都定義自己係作為一個研究型大學啦。咁而我哋睇到咧，即係研究型大學咧，即係喺全世界嚟睇啊，即係差唔多所有係由公帑去支持嘅，其實嘅呢種係好少嘅。例如舉例啊，即係中美兩國比較有代表性嘅。例如清華大學係即係比較有代表性嘅研究型大學咧，佢公帑去支持嘅嗰個比率都係大概15%左右。美國例如哈佛大學咧，亦都係大概只係佔20% 左右。咁而我哋喺香港咧，即係我哋呢啲研究型大學咧，即係如果我哋都係一路長期繼續係由即係公帑去支持咧，咁其實對佢本身嘅發展，其實亦都係可能有窒礙，對公帑嘅即係負擔亦都係重。會唔會即係可能有啲考慮就係讓佢哋可以有更大嘅空間，亦都鼓勵佢哋係可以更加係即係大學自己去尋求，例如同企業嘅合作啊，或者外部嘅一啲資源咧，去支持佢喺研究型大學之下嘅研究嘅工作嘅開展咁樣。咁呢方面嘅即係可能已經超出咗呢個今次呢個撥款啦，但係即係亦都係值得我哋喺呢個時候，我哋既然香港要做一個創科中心，我哋嘅大學本身有好好嘅基礎，但係點樣令佢可以走得更遠呢？咁呢個可能都係一個考慮咁。好，唔該主席。局長。好多謝李議員嘅意見。呢一個方向咧，其實我哋係即係同議員提呢一個係一致嘅。其實我哋睇到咧，我哋公帑資助嘅大學裏邊咧，係由政府嘅補助金撥款或者係研究經費撥款來源咧，亦都有因應大學嗰個發展階段唔同咧，佔比咧亦都有所不同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未來咧，當然咧，即係話朝住呢一個大學咧，應該係更廣泛去開發呢一個嘅，即係包括佢哋個發展嘅資源嘅開源啦。咁包括頭先提到嘅同企業企業嘅合作啦。另外咧，我哋其實而家咧亦都係除咗話由政府撥款之外，我哋亦都通過配對基金嘅呢啲嘅形式咧，鼓勵院校咧自己要出去揾一啲即係政府以外嘅資源。咁所以咧，未來咧，我諗我哋亦都係會朝住呢個方向。我哋知道咧，大學係要產生知識，研究型嘅大學咧對香港係發展非常重要。咁所以咧，喺呢個擴容體質嘅過程裏邊咧，我哋係鼓勵大學係更多嘅去開發佢哋唔同嘅即係收入嘅來源。唔該，主席。